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3，旧历的3月19，礼拜二。人气真旺的高雄市长韩国瑜，到底有要选总统无？韩国瑜早起针对2020年的总统大选发表5点的声明。伊讲，只有台湾改变，才会当真正改变高雄。伊讲要改变，要保护中华民国，伊愿意来负起责任，但是伊无法度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的党内初选。韩国瑜到底是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？拖遮尼久，今仔在总算表态。第一，我非常感谢一路走来鼓励、支持、爱护韩国瑜的海内外的朋友，在这里深深的表示感谢。第二，在担任高雄市长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深刻的体会到，只有台湾好，高雄才会更好。只有台湾能够改变，我才能够真正改变高雄。第三点，对于中国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，此时此刻，我没有办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。第四，长久以来，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，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。台湾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，希望国民党内的高层能够体察民意。第五，我生在台湾，我也长在台湾，将来我会死在台湾，我也会埋在台湾。我热爱中华民国，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，我愿意负起责任。对着韩国瑜声明无法度参加党内初选，伊今仔早时讲的谈话嘛，伫咧政坛斗下一粒真汉大，因为伊要选也是唔选，拢决定国民党以及民进党两党对总统大选的布局，若是后续咧，是毋是也有劝进的声音咧？就互咱继续看后续的观察。